这么多年了，我妈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。她天天要我找妹妹，找妹妹，找妹妹。现在终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妹妹，我不管她是真是假，我是不是都已经解脱了呢？哎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这点道理你不懂是吗？我没打算用纸去包火，这只是一个梦。我知道梦会醒，但是如果这个梦对于我妈来说是一个还比较美好的梦，我是不是可以让她做得长一点啊？叶繁星，你真的在把谎言当成你的保护壳？你想过哪一天保护壳破了，你要怎么面对吗？我会自己面对的。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就可以来指责我。出去忙吧。这里就是我任教的大学，我也很希望你能考上这里。你可以在这里度过你最美好的4年时光。到时候啊，妈妈会送你出国读书。你想去哪个国家呀？美国、英国，还是法国？妈，我不敢想那么远，先考上大学再说吧。看这个大学好像还真的是蛮好的。现在是放假才这样，开学之后就会很热闹。你真的要好好准备考试，一定要考上。怎么叹气了？你不想上大学吗？妈，其实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。说。我之前因为打工太累了，所以就想自己做一点生意，就跟朋友借了点钱开了一个小店。哪知道生意不好，店倒了，现在债也还不出来，朋友也不敢见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哪敢想上大学啊？你现在已经有爸妈，就不用担心什么了。欠了多少钱？有一点多。多少？10万。10万？妈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了，我之前已经自己还了3万块了。等于就是还剩下7万。没问题，我帮你还。真的吗？当然。那你就把你朋友的那个借条跟他的卡号给我帮你处理就是了。可是我朋友说他要拿现金呢。那么多钱要现金啊？那也可以。待会儿你陪我去银行，我去拿钱。谢谢妈。杰哥，我们进里面看一看吧。这家具好漂亮哦！哎，里面还有，进去看看吧。好漂亮啊！没想到7万块钱这么容易就到手了。杰一哥，我们现在是有钱人，就要过有钱人的生活，给家里换一些新的家具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说好了让你管崔教授要10万块，怎么自己还让了3万出去？你不要生气嘛，他那时候眼神一看过来，我都快吓死了，所以就撒了一点小谎。不过7万块也是。
姐姐，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你让爸妈帮你还了10万块钱的债务。哦，我原本也是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还这个钱的，但我最近都在陪妈妈，没有时间打工。我朋友又催钱催得很急，所以……你之前倒闭的那个小店，做的是什么生意？是做美甲的。开在哪里？都倒闭了，开在哪儿不重要吧？我想咨询你一下。一瓶进口的假油胶进价多少钱？啊？一个美甲师月薪多少？做指甲的机器多少钱一台？作为老板，这种基础开销不应该不知道吧？这些事情我记不清了。连红酒这么琐碎的事情都记得，偏偏到自己的生意反而含糊起来了。姐姐，你不相信我？我只是想要多了解你一下，毕竟爸爸妈妈挣钱不容易，你还是要学会自立自强，不要随随便便伸手向爸妈要钱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诈骗犯呢。叶繁星要是再找你麻烦的话，你就告诉他，如果他不想那些小秘密被曝光的话，最后装傻。叶繁星，他有什么小秘密啊？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的秘密。姐姐，你有什么立场跟我说这些话？你应该也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？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不心虚的话，你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替我隐瞒呢？我想我们2个人在这个家里面还是和平共处会比较好。我觉得我们2个人最好还是第一优先哄妈妈开心，其他的事情都别想。你说呢？我同意。早点睡。果然是做了坏事情。如果我是你妹妹的话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要让你把叶繁星这个名字都还给我。你来这干什么？我们节目邀请了6位嘉宾，办公室被挤爆了，所以给你们借办公室来对稿。你就那么讨厌看到我啊？我是随便，反正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。你忙吧。叶繁星也会就坡下驴，好吧，我原谅你。妈，姐姐工作很忙的，应该没有时间招呼我们。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她工作了。没关系，他再怎么忙，总要吃饭吧？你不是说对影视工作感兴趣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这里看一看，你看到了什么你觉得感兴趣的，你就跟姐姐说，叫她帮你安排一个实习的机会。哦，我给她打电话。阳光百货下个季度的经营理念呢，就是返璞归真，这也正好和繁星节目的初衷相契合。我觉得呢，除了实景录制以及文化交融之外呢，还应该有更好的合作方式。毕竟，肖总和繁星的默契，不是谁都能比得了的。所以我们是站在太子旁边读书的丫鬟吗？我想听一听主持人的想法。我的想法是，
妈，姐姐肯定在忙吧？那我们四处逛逛就好了，不要去他们栏目组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可能要出去打个电话，不好意思。嗯。哦，打回来了。喂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我刚刚在开会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就知道你忙，所以我现在跟你妹妹呢就在你的单位楼下。啊？那你就去忙吧。我就跟你妹妹到你办公室去等你就好了。哎，妈，您怎么不打声招呼就来了呢？你以为我是你要采访的对象啊？要我预约2个星期之前啊？今天就这么简单，我就带你妹妹四处逛逛，你就忙你的吧。啊，不说了。哦。我们到了你姐姐的办公室了，你看前面，那么多人，他们都是跟你姐姐一起工作的，同一个栏目组的。其实这个应该这样的，先让嘉宾呢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突然一下要见这么多人，有点紧张。我们下次再来好不好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怕什么？那我去上个厕所，你等我一下。好。这块呢大概是这个内容。所以我们还得照着这个来，好不好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首先呢，你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环节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喂，电话怎么不接？电话？我在跟嘉宾对稿，我就关静音了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出去。我在跟嘉宾对稿啊。李宝英找你有急事，非常急，3号棚。你再不去的话，他绝对骂你。现在？对，现在立刻马上走。行行行，那你拿着。去，快点啊！好一点了。好了。我们过去吧。我说这叶繁星也真是，说去打个电话，结果人就这么消失了。我找了大半个楼层都找不到他，你说我们这会是开还是不开啊？说不定繁星姐现在正在处理什么突发情况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先继续开会。Dennis， 你帮繁星阐述一下你们节目的策划。好。我们企划的内容呢，其实很简单，主要是一个很轻松的气氛。妈，姐，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，好大，好漂亮啊！崔教授，你好。哎，我今天带我小女儿来看看她姐姐工作的地方。小女儿？是啊，我们家小女儿小时候走失了，最近才找回来。哦，之前也没听繁星说过，找回来就好。哇，你这个手环看起来好有设计感，你在哪儿买的？哇，这个表看起来好高级，是真的吗？好像还蛮……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见到李宝英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哦。你呢？没有。肖总啊，好，不知道叶主播那边有什么急事？走，你看，这么重要的会议也没有来参加，还请您见谅啊。哎，要不中午一起吃个饭？不了，我去看看繁星在做什么。哦，模范男友啊！姐，这是你一个人的办公间啊？也太大了吧！不，哎，
涵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哦，刚才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，但是因为你姐姐不在，所以就不是很顺利。小涵哥，既然你也在这儿的话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吧。午饭呢？哦，午饭我可能没办法去了。妈，我今天中午约了视频网站的老板吃饭，要谈版权的事情，所以您跟姐，没关系啦，你忙就好，我们去吃就可以啦。小涵哥，我们今天去吃日本料理好不好？小涵呐，那就听蓉蓉的，我们一起去吃日本料理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哎，这边，叶繁星呢？他叫我去3号棚，害我白跑一趟，气死我！我要是你呢，我宁愿去那个什么3号棚那儿，才不要留下来伺候那个无知大小姐。什么无知大小姐？什么？哎，什么？你们知不知道，叶繁星有一个失散多年的亲妹妹？哦，听说是最近才找到的，今天早上来了公司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亲姐俩，差的也太远了吧？由此可见，家庭的成长环境对孩子有多重要。帮我买4张明天一早去宜城的火车票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放心。繁星啊，爸妈，票已经买好了，明天我们一家人去一趟宜城玩。宜城？去那儿干嘛？就是啊，妹妹之前说从小把她抚养长大的福利院院长，找到了。而且手术很成功。既然是妹妹的恩人，我觉得我们全家人是不是应该拜访一下？找到了，这太好了。就是，我真是有太多问题要问他了。正好我礼物都买好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。哎，妹妹，开心吗？姐姐，你确定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探视了吗？我已经联系过他的亲人了，而且也提到了你，但是他们好像不是很清楚这件事。真的吗？院长比较少跟家人提到自己的事情，所以可能他可能什么？可能他一时忘记了吧。那没关系，只要院长本人记得就可以。那爸妈，我先去加班了，走了，晚上要早点休息。妹妹，明早见。全家人一起去宜城看那个福利院的院长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怎么突然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可能是我昨天跟他说的话威胁到他了吧？你赶快一起想办法呀！放心吧，我来帮你处理。你要帮我怎么处理啊？这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总之，我不会让他成为麻烦的。繁星啊，你终于要出手了。
叶繁星。又是你？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？我明白了，你是觉得今天这个位子上的人应该是你，对吗？太可笑了！你以为任何人，随便是个人，在这样的家庭都可以成功吗？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努力？你知道我做到今天这个位子，都付出了什么吗？什么白莲花的叶繁星了？其实你和小时候一样，还是一个自私的说谎精。不过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说谎精。你知道吗？那一年你被崔教授带走之后，福利院所有的小朋友都说我傻，可我一点都不后悔啊，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你答应我要做我最好的朋友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其实我的初衷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只要你做我的女朋友，这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。你觉得我会跟一个成天缠着我、威胁我的人走在一起吗？你是疯了吗？我承认，我承认我有一点疯，可能我还很小人。可是你呢？我每次看到你摆出一副正义脸，装模作样在那儿说话的时候，我都好想笑啊！现在那些观众都是傻子吗？他们就真的以为你是一个非常单纯、非常善良的人吗？啊！现在网络上骂我的人多了去了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跟他们一起骂。我没有这个时间陪你。那不如我们来谈一谈你是怎么丢掉妹妹的事吧。为了帮助福利院的孩子们，请买个气球吧。要不这样，姐姐去给你买雪糕，你在这里做旋转木马，做完以后就在这儿等我，不许动，知道吗？好。
就是你。叶繁星，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棒啊！你每天摆出那么一副无辜的脸，可是谁挡你的路，你就除掉谁。连你那么可爱的妹妹你都不放过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？我是亲眼看见的。而且那天之后，我就把它写在我的日记上。这些年有事没事，我就把它拿出来回味一下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也会绘声绘色的把它告诉给崔教授。姐姐，我们去吃冰淇淋好不好？走。杰一哥，我把东西都收好了，你赶回来接我好不好？你跑什么跑？你哪儿都不能去，你必须在他们家继续待下去。我也想要继续留在这边过好日子啊，可是，他们如果明天带我去福利院，一切就完了呀。放心吧，叶繁星我已经搞定了，明天你哪儿都不用去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妈，你这么磨磨蹭蹭，一会儿赶不上火车了。妈，我头好晕啊，可不可以在家休息一天，改天再去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没发烧。你昨晚睡得不好吗？不要紧，忍一忍，车票都买了，不可以不去的。姐姐呢？她今天一早就出去了。那我们等她回来再一起去好不好？她回不回来不重要，回不回来我们还是要去的。哎呀，老婆啊，快一点好不好啊？车都来了半天了。是啊，不等她了，我们快走。妈，走走走。妈，我头真的好晕呐！哎呀，你坚持张妈一下啊！给院长带的东西都装好了。都装好了。好，好了好了，好晕走吧。哎，好像繁星回来了。姐姐。姐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爸，妈，对不起啊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今天院长被他儿子接走了，他们已经不在宜城了。啊，什么？你昨天不是刚刚说那个院长已经醒过来了吗？对，我就是怕你们白跑一趟，所以今天早上我给他们打了个电话，谁知道他们说今天一早院长病情好转了，所以别家人就接走了。哦，是真的吗？对啊。妈，院长以前就常说他想要回乡下养老，我想他这次应该是真的回去了吧。以后没把握的事就不要到处宣扬。嘿，知道了吗？老婆，这是人家的家事，繁星怎么能想到呢？老婆，等他回来我们再去吧。是啊，就别打扰人家了，让他好好养病吧。哎，走走走，回去吧。
你说谎的样子还真像啊。我也可以说实话。我会自己去修的。杰一哥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去说服叶繁星的？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只要你乖乖的照我说的做就行。哦，那我在他们家还要待到什么时候啊？今天早上那个状况真的是超可怕的，我觉得要越快离开他们家越好。只要你要的钱够还我的债，就可以离开了。那么多钱还不够还债啊？如果想要更多钱的话，那我还要想办法跟叶繁星的妈妈要。可是，她好像已经在怀疑我了。妈妈、爸爸、姐姐，你管的是谁呢？只要能要到钱就行了。实在不行，你不是还有一个有钱的姐夫吗？啊，萧寒呐，他是阳光百货的总裁。不然我找个时间再去拿一些免费的东西。今天早上包包坏了的时候，我都快吓死了。我要找个时间再去拿一个新的。傻瓜，你要什么包包啊？挑件大的呀。萧寒哥，谢谢你送我这些礼物。萧寒哥，我刚才在里面还看到一个新的包包，小小的那种，很适合我啊，只要几千块，你送给我好不好啊？这么多，你拿得动吗？不会，这很轻的，我可以拿得动。你送给我嘛？米蓉，姐，买了很多哦，退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找别人要东西啊？如果你有什么想买的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买给你。但是你不要麻烦你萧寒哥。我没有麻烦萧寒哥，这些东西是萧寒哥自己要送给我的，对吧，萧寒哥？他喜欢就给他吗？退掉。退掉就退掉，反正我也光累了。姐，我走的脚好酸啊，你叫家里人来接我吧。那我先去退了。还好你及时赶到了，不然我真的应付不过来了。我一收到你的微信就赶过来了，就怕你应付不了他。蓉蓉从小没有在我们的身边长大，所以身上难免会有些坏习惯。你呀，不要因为她是我的妹妹就随便纵容她。她如果再来找你，你不用理她，啊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连鞋都不穿呢？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都是姐姐，她说有车来阳光百货接我，结果一辆车都没来，我走了很远的路才走到家。哎呀，我的傻妹妹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一直在那儿等我呢？况且你也不给家里来个电话，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自己一个人光着脚走了这么长的路，那你为什么不打车啊？我哪有钱打车？那你的钱呢？我的钱拿去还给债主了。债主啊？你，妈，我脚很痛，肚子好饿，我先坐着去吃饭了。好好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张妈，开饭了。妈，我觉得姐姐根本就是故意的，你管不管啊？妹妹，你真的是误会姐姐了。我之所以没有去接你，是因为我跟萧寒去忙工作了，我以为你会自己回家。
我今天为什么到阳光百货？是因为萧寒下午给我发微信说你一次的找他，他下午有一个很重要的会，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完成。我哪有一直找他？我是去阳光百货巧遇了萧寒哥。妈，我觉得姐姐根本就是吃醋嘛，她这样子就是个爱吃醋的人。好了，妈听明白了。繁星，你妹妹今天去阳光百货买东西，顺便只是拜访萧寒，拜访一下姐夫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没有必要刻意去监视他们吧？就是嘛。你这是把妹妹当敌人呢，你就不体谅一下她吗？她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我是你的亲生妹妹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妈，是，妈妈教训的是，这件事情是姐姐做的不好，对不起。那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找一个时间到阳光百货，把你看上的东西全部都买回来，怎么样？你看现在也不像话啊，背个假包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妈妈对你不好呢。什么假包啊？那包是我给她买的。妈，姐姐开玩笑的啦。真的有点不一样啊。不可能的，这个包在阳光百货专柜买的，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款。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不是真的吗？看这个剪裁，还有质感，看起来应该是假的。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那你这个包有没有离过身？没有吧。为什么你的包会在4月手上呢？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，请这个姐姐帮我拿着包包，我忘了拿。谢谢啊。好，妈妈明天帮你找个真的回来。我这个包包有点问题，请你帮我修一下。好的，崔教授，您稍等。不好意思，这包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。我就是想来这里验证一下，这个包包应该是假的，是吗？原来您知道啊。是，没错，这包是假的。那我只好就问4月了。你告诉我，放员工物品的地方在哪里啊？我们员工放东西的地方在那边，但是……哎，崔教授，崔教授，崔教授，我来了，让您久等了。你跟我解释一下。我怎么了？要么自己承认偷东西，要么跟我去公安局。什么？看你样子不想承认是吧？跟我去公安局。崔教授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告诉我这个包包是怎么得来的？你是不是偷我女儿的？你的工资那么少，你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名贵的包包？你说的没错，这个包是繁星姐的，但这是她送给我的。你乱说什么？繁星跟你非亲非故，为什么会送那么名贵的包包给你啊？何况我现在说的不是叶繁星，是我的小女儿。小女儿？上次在音乐厅，我亲眼看见在洗手间，你帮我女儿拿她的包包，你是不是趁机换了真的？我不知道你说的小女儿是谁，但是我现在可以打电话给繁星姐，让她帮我作证，看看我是不是清白的。嗯。喂，繁星姐，你上次送我的包包好像被你妈妈误会了，你能来帮我做个证吗？什么？啊，好，你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其实我看你的样子也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人，我才明白你为什么在这种地方上班。你是不是想可以趁机偷东西啊？崔教授，你无凭无据的不能跑到别人工作的地方来乱诬陷别人。一会儿繁星姐来了，证明我是清白的，你必须给我道歉。竟然还强词夺理，还要我道歉！我亲眼看到那天你手里拿着我女儿的包包，你解释给我听，我女儿都不认识你。我不是。什么不是？伯伯，
你来的正好。怎么了？这个4月是小偷，他偷了我们家的东西。我没有。小松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忙吧。伯母，我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。我了解4月，这件事情一定不是他做的。你了解？你连自己的女朋友都不怎么了解，萧寒，不要说得太肯定。我看你这个人对哪一个人都不了解。4月的家里虽然不富裕，但她一直做得很好。她是个诚实的女孩，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向你担保，这件事情一定不是她做的。妈，你了解的另外一个女人来了，你要不要听一下萧寒是怎么形容4月的？我可是没听过萧寒这么夸过你呀。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，请您不要生气。妈，是包的事是吧？这个包的确是我送给4月的礼物，你误会她了。妹妹的假包真的跟4月没有关系。你不要想着她是你朋友你就帮着她。不是的，妈，是我亲手交到4月手上的，是我送她的。你现在真的很有钱啊！你跟她非亲非故，为什么送那么贵的包给她？我怎么不见你送给你妹妹呀？妈，妹妹吃的穿的什么都有了，她也不缺，我们都买给她了。我之所以没有给她买其他的东西，是怕她去干别的。你可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妈，对外人永远比对家里人好。您别生气，妈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没做过的事情，任何人都不会冤枉你的。谢谢萧寒哥，为了我，你把繁星姐的妈妈都得罪了。没关系的，繁星她妈妈本来就看我不顺眼。她的小女儿不是走丢了吗？谁是她的小女儿？繁星姐，啊，你说的那个妹妹是不是她呀？她是米易容，是我表妹，怎么可能是你们家走失的小女儿啊？我其实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。那你为什么？可能是你不知道，易容来我们家这段时间，我妈她心情好了很多，她现在身体也不是特别好，我真的希望让她这样开心的时间可以维持的长一点，但确实没有想到给你添麻烦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受不受委屈没关系，但是米易容肯定把崔教授给她买的真包拿去换钱了，你要提醒崔教授别再被她骗了。我明白你的担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盯紧她的。而且我在想，等妈过段时间身体好一点，我就告诉她真相。所以4月，请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可以吗？好。哎呀，你这乌冬面都糊了。哎，你又怎么了妈？嗯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？我们家的事情不要随便去跟别人说。哦，你说你妹妹的事情啊，我也是跟4月聊天顺口提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没有必要让4月知道的。可是找到妹妹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对，是好事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，可对4月来说就不一定了。你想想看，她现在找亲生父母找了这么长时间，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让她失望，还是让她难过。然后现在我们突然间跟她说，我们找了这么多年的妹妹，找到了，对于她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伤害呢？是，
我确实没你想的周到。对不起啊，我以后不敢了。不过这话说都说了，也改不了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罚我今天饿肚子，没东西吃。哼，就你聪明，看到乌冬面煮糊了，就想找借口不吃。惩罚你有一个办法，走，就算煮糊了你也要吃，全部吃掉，糊了也要吃。糊了？走，糊了也要吃。姐，我来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崔教授会找上你啊？假扮叶繁星的妹妹好玩吗？还想玩多久啊？姐，我拜托你不要跟他的家人讲好不好？我真的只是一时贪玩，想要过个有钱人的生活，我没有恶意的。我拜托你不要讲。我暂时没有打算戳穿你，但是假包的事，你可得去解释。我知道，姐，对不起，假包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。既然当了人家的女儿，人家对你那么好，你也要对人家好一点，别整天不知道轻重，疯疯癫癫的。不会啦，我不会疯疯癫癫的，我在他们家可是装得很乖巧呢。姐，我给你看啊，我在他们家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。你看这个，他家的客厅这么大，这里也是客厅，光一个客厅就这么大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床很舒服，睡起来很大。这是我的窗帘，很漂亮吧？肉肉，过来吧。妈。
婆，我觉得这个孩子不太靠谱。把他交给人事部的人。啊，好。闵思月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他既然不让你上总经理室，又把钢琴送给了你，就是想跟你断绝关系。闵思月，不要一给你阳光你就灿烂。肖总是人好，但他对谁都是一样。你完全是在自作多情。杰一哥，我们有钱不是应该先拿去还债吗？怎么会买车啊？这是租来的。哦，等以后有钱了会买的。好啊，等我们以后有很多钱的时候，我们就买一辆跟这个一样款的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试试看。有没有搞错？喂，你怎么开车的？你搞错了吧？明明是你撞了我的车。什么我撞你？你看我的车都被你撞花了，你看看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。什么情况啊？您把我车刮了。小伙子，开车小心一点。里边的人没问题吧？啊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反正我还有急事，咱们各走各的保险。繁星啊，今天我在路上，好像碰到了你妹妹，坐在一个痞里痞气的男人的车里边，他们走得很快，我也没看清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你这个妹妹啊，还是有些怀疑。爸，我可以理解您的感受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他跟妈的感情很好。哎呀，现在又牵扯到那么多钱、债务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是赶快做一个亲子鉴定，我的心才能够放下。爸，这个我已经想到了，我偷偷的把依荣的头发拿去做了鉴定，只是还没有出结果。那就好，还是你比较细心。爸，您放心吧，只要一有结果，我第一时间告诉您。早点休息。爸也早点睡。哎。姐，找我什么事啊？你来我们家这么长时间，我们姐妹两个好像还没有出来喝喝下午茶、聊聊天，所以今天约你来这里。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来，挺好的。这里氛围真的不错啊！以后我一个人的话，也可以来这边坐坐。不用一个人啊，如果我没有时间，你可以叫简一哥陪你啊。谁是简一哥啊？你爱的简一哥。姐，我不认识什么叫简易的人呢。
既然你这么确定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去抓我呢？如果告诉他真相，你可能会被抓起来。如果我真的被抓的话，简一哥也会对付你。敲诈勒索的是你，冒充妹妹的也是你。他也许会来找我，但是你也脱不了干系。几十万，够你坐10几年牢的。你先不要着急害怕，告诉我你和简一是怎么认识的。不说是吗？好。我跟简一是在酒吧遇到的，我很喜欢他，可是他好像不喜欢我。好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家的事的？我被家里赶出来之后，闹了一些事情。简一哥，他到一个小区的保安室里面来接我，无意间，他看到派出所下发的寻人启事，所以你来我家是为了钱？他在外面欠了很多的钱，家里也都被债主给砸了，我们都有危险。原来是这样。姐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，我不想要去坐牢，我不想。你不要害怕，我帮你。哎妈，我突然想到，明天我没有工作，要不然我们3个人一起去做个 SPA 好不好？也好啊，我看你妹妹啊，也应该放松一下。是啊。妹妹，你觉得呢？好啊，谢谢姐姐。简一哥，我拜托你不要再打来了，叶繁星知道的话，我真的会完蛋的。对不起了。哎呀，简一哥，一荣，最近胆子好大呀！啊，都有哪儿不理我了吗？简一哥，天地良心，你别误会我，这一切都是叶繁星他逼我的。如果我不答应他，他就要拿鉴定书威胁我，我真的很害怕。简一哥，你赶快把我带离这个地方吧。叶繁星，繁星。
哎呦，这被叶繁星冷处理之后，就天天这么出气啊？跟他没关系。我就是在李宝英那个组，浑身不对劲儿，烦。我看啊，不是李宝英不对，要是给你换成叶繁星，就对了吧？哎，你现在是在讽刺我是吧？也不全是啊。我来呢，主要是想找你喝点小酒。这倒是不错。等我一下啊，换个衣服。快点啊！请进。繁星，你要的资料我给你拿过来了。哦，放着吧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头疼，不知道为什么右眼一直跳。反正今天节目也结束了，要是不舒服早点回家吧。放这儿了。放着吧。叶繁星，又到猜谜时间喽！你身边一个最亲密的人马上就要消失了，你猜他是谁？喂，繁星。喂，向涵，你在哪儿？啊，我在公司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你了。妈，爸，妈，妈，怎么？你没事吧？什么事？爸呢？爸爸在楼上练字啊。太好了，妈。你给我下来！你告诉我，简一到底要干什么？姐姐，我求你放过我吧！你们两个人都来问我，我夹在中间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不管，你现在告诉我简一在哪儿？你看。你比我预想中来的早得多啊！看来，傅夏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还不轻啊。可要是萧寒知道你这么紧张，他会不会吃醋？你给他喝了什么？放心吧，都是一些不要紧的东西。可你要再不听话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之间的事情，你直接来找我就可以，你不要针对任何人。傅夏怎么说也算我的好朋友，你不会知道在你们俩之间我做选择有多难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啊，叶繁星啊，这件事情其实也暴露出你不想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你身上有太多弱点，跟你斗太容易了。
你现在乖乖听话，是你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我走了，好好照顾她。哦，对了，闵一荣，你要多帮着她点儿。一个假妹妹，总比一个真妹妹要好。乖哦。哎，你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是谁啊，鬼啊！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问你，啊？你为什么要去跟简一喝酒啊？啊？简一？哦，对啊，我刚刚跟他喝了酒，然后我就喝醉了。哎呀妈呀！像我这种千杯不醉的酒量，居然喝醉了。这个账，我下次一定要向他讨回来。还还？你自己差点被他喝死，你还还？哎，叶姬妾，我可以把你刚才的行为理解成，你有那么一丁点关心我。这会儿还有心思开玩笑？不管啦，我看你是死不了。反正你就是关心我。头好疼啊！我睡一会儿，到了你叫我吧。下次再去喝，喝不死你。晶晶，繁星啊，阿爸，繁星啊，那个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有。我们这次特别找了非常权威的机构，所以需要等一段时间。啊，还是去催一催吧。你妹妹的身份不落实啊，我的心里不踏实啊。嗯，知道了吧？催一催啊。早点休息。哎。感谢你送一个喝醉酒的男人回家，请吃。什么鬼？就请我吃这个？你把他怎么了？你比我预想来的早多了，看来傅夏在你心中的地位还不轻呢。最近的生活实在是太恐怖了。怎么了？当他们家二小姐还当得不开心啊？开心？你还真以为开心啊？我每天都快被叶繁星还有简一哥给逼死了。思月姐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已经开始想念在这边的日子了。既然拿了别人的好处，就好好把戏演下去吧。别告诉我你连享福的长性都没有。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，
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容易享的福。原本还以为假冒叶繁星的妹妹是件多轻松的事情，结果呢，把自己搞得每天担惊受怕，哪儿都不敢去。小声点儿，妈在呢。哦，好吧。繁星姐最近怎么样？她最近好像还不错，每天都跟萧寒哥碰面。如果没有时间碰面的话，萧寒哥也会打电话来嘘寒问暖。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倒是挺好的。真好，真羡慕他。哎呀，不要羡慕别人啦！啊，我得赶回去吃晚饭了。要是没回去，崔教授会生气的。我走了，去吧。拜，拜拜。姑妈，我走了。四月，别谈了，妈问你个事儿。怎么了，妈？蓉蓉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？她都住在哪儿啊？她最近住她朋友家。哎呀，妈，她都这么大人了，你就别担心她了啊。哎呀，你说说你们这帮孩子。姑妈，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别管那么多，反正我过得好着呢。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哎，我过2天就回去了，你别问那么多了啊。回去再说。姑妈，拜拜。回来啦。妈，刚刚跟谁打电话？不是什么重要的电话。我听到你说叫姑妈的，你怎么可能有姑妈啊？姑妈，姑妈其实是福利院的老师。对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呢，福利院的老师担心我们没有自己的亲人，所以就让我们都叫她姑妈。男老师的话就叫叔叔，就是这样子。刚才那个电话是因为我之前在路上遇到了以前的老师，所以他打电话来关心我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对啊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姑妈呢？哎，刚刚我听你说你明天要去探望他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妈，不用了，没关系，你在家里休息就好，我自己可以一个人去找老师见个面聊聊天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把你养大的人，我是应该谢谢他的。何况妈妈很想知道你小时候的事情，就这样决定了啊。妈，你跟那姑妈打电话说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啊。妈，什么？明天就去？是啊，他说他明天就要去了，怎么办呢？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啊？你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在家打电话你也能被妈听见。我不是不小心，是他突然出现，我也不是故意的嘛。姐，你赶快帮我想个办法，现在要怎么办嘛？办法，哪有那么多办法好想？那这样好了，你先拖住妈，办法我来想。好，你可以帮我想个办法。好了，你快去，等一下又被妈发现不对劲。好，姐姐谢谢了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想麻烦你件事，能不能拜托你妈妈假扮一下蓉蓉的老师呢？唉，现在我妈还不知道米一蓉的事儿，而且我觉得吧，她也不会同意的。哎呀，我原本是计划把真相告诉我妈的，但是我怕真相揭露得太快，她根本接受不了。你放心。等到整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一定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他。但
但是现在拜托了。主要是吧，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，我妈知道了一定会骂我的。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？什么？你说闵一荣在你们家冒充你丢失的妹妹，这也太荒唐了吧？是啊，阿姨，我知道真相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荒唐。那你已经知道真相了，为什么不去揭穿他呢？因为我的妈妈已经深信不疑了，我不能告诉她，我怕她情绪失控，就像当初丢了妹妹一样的崩溃。所以，我想慢慢的一点一点告诉她真相，所以才来拜托阿姨帮忙来演这一次。不可能，我不会帮你的。阿姨，我知道这个请求的确是很无理，但是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其他的办法了。叶繁星，我对你们家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也不想见你的妈妈，更不想陪你去演什么戏。更何况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让你不要再来找四月了。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，还要来我们家呢？妈，你别这么跟繁星姐说话。四月，你也真是糊涂呀！你怎么能随便答应帮人家的忙呢？我累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还是先走吧。阿姨，对不起。妈，繁星姐，真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我妈会发这么大火。这个要求本来就很无理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只能说，老师去出差了，也不知道妈妈会不会相信。